明天是那个首夏日靠盘沙，有3天或4天的假期，泰国这里，所以都堵，看前面，都堵车。都堵车。假期啊，人都那么多，看看，现在走了很多了，刚才更多人。这泰国这里啊，这个改让是很好吃的哦，不要在曼谷哦，在万谷外面啊，万谷外面的这种油站旁边的卖的很好吃的哦。这样子样的时速应该要25个小时才到达老挝，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与坏的啊。好的是呢，这里每天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都知道，在这边这科拉这边的这个府这边常年都是30多、40多度的。之前有到老挝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呢，老天爷保佑，佛祖保佑，阴天大概28、9度，是吧？然后虽然是慢，但是舒服。所以做人不可以要求完美，完善就行了。这是第2餐，第2餐，在路途有很多油站的泰国这里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如果你们到这个 PTT 的油站呢，就 PTT 的油站就很多人了。但是在这种备课的油站下就没什么人，很少人，看到没有没人的。整个店只有我一个人吃饭，没人，很好，环境也很不错，环境也很不错，วันที่ KTA เราเป็นผลที่ผ่านมันก็จะมีวันที่อยู่ถ้าเรารอให้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นะก็ออกไปก่อนเลยค่ะมันไม่ได้แพงนะสำหรับงบเดินทา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ออกสปอร์ตให้มันมีการเข้าออกนะคะคุณควรจะไปเดินทางก่อนที่ KTA คุณจะผ่านนะคะ เ
昨天开了10多个小时才来到老挝啊，因为老挝边界这里就是以前老夫人的那个老人过世老人的那边的这个地方啊，靠近吧。然后今天顺便去看看老人的老婆啊，看他进来状况怎么样。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啊，有信徒们啊说啊想帮老人的老婆啊，我打了电话给老人老婆，老人老婆说多谢大家的帮助，尤其在我们佛群里的信徒啊，说多谢大家帮助，他目前还有得吃啊，有得住啊，有得知音，所以呢不用再帮了，这样子样啊。他说他也帮助他这个村里的有个老人呐，也是72岁了老人，那老人是之前的孩子啊，他们啊我们都认识的。还有这个老人呢，就是他的故事是这样的，老妇人她老公很早就离世了，在乡村里面，然后有病也看不了医生，也不知道去哪里看。然后有4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呢，在10多岁里面就上吊自杀，就是上次前2年我说那个视频啊，一起唱歌的，然后呢过后他晚上就去吊井，在这个乡村啊，这个乡村呢后面那边的森林里面啊的一个大树，那个大树呢也很阴了，那边经常有人吊井自杀。然后4个孩子，还有一个就是骑摩托意外过世，也是很年轻。剩下2个孩子有一些残疾吧，就是神经残疾，所以呢也工作不了。现在就应该有50多岁吧。老妇人70多岁，现在她老妇人呢，她的这个她是比较矮小的人，然后她耕田嘛，在这里家里也是环境很不好，然后她这也是这样的，如果是真的是活不下去的，很穷的呢，有一些可以申请政府资助，政府会送给他们1头牛这样子啊。那老妇人就在之前就有1头牛，然后呢，就那头牛太大，它身形很小啊，它可能很小，如果有机会可以拍给大家看。他就给了水牛拉，然后手腕也拉断，之前骨折，然后现在还不好，然后后来呢又撞到门，脚又那个脚腕断，然后又去医，然后也医不好，因为这里看病很难看的，就是政府医院要等很久很久，它不是医院，它是诊所。所以啊，那个老人的老婆还是说，他也把大家的一些是吧帮助他的，他也帮助那位老人。所以后来昨晚我跟群里的信徒说，信徒很踊跃，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是吧，大陆的、澳洲的、美国的，全部的那都很踊跃，都捐献。我说我这个频道不是捐献的，这次帮助老人捐少几百泰铢这样子，让每个人那就有几千泰铢可以帮他一下过活一下。我说这个捐献是我频道是从来不会有捐献的只是这次例外一次就帮大家，因为看到他其实去年我也帮过他老人这样子我只是我没跟大家说。那现在他又老了是吧，可怜。所以老人的老夫人也是很好心的人，大家都是帮助，所以呢你帮我，我帮你这样子，在乡村里面知道对。所以今天我去看看老人的老婆，因为我来这边不是去看老人老婆，其实还有其他的重要事情要处理。因为今天是靠盘沙，就是守夏日佛庙有很多的那个典礼，很多的那个庆祝活动要去处理一下先。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没说到漏了。那个老人老婆不是
给那个水牛拉断那个手腕嘛，然后过后他因为没钱了，已经穷到没钱了，然后就要把那个水牛拿去卖掉，卖的可能好几千泰铢或。因为水牛不值钱的，如果是黄牛就值钱，他要买的话卖掉给其他村民。那当他要卖的时候之前，那水牛又生病又死掉了，所以他就一无所有。哎，对，先做糯米啊，先做糯米，先做糯米饭吃。那乡下这里就是这样，先做糯米饭。这些啊都是天然的水，这里是没有水啊，全部都是在井下打上来的这个水，有机械，有时会断电，是吧？เดี๋ยวแม่ทำกับข้าว 看这些啊，至少都有30年、40年，这只有100多年。啊，上次我有跟大家说过，全部都是几十年，有些还老过佛牌，厉害，这个装那种食物的，100年。这里的乡村啊，因为都是煮这些啊，在山上，在森林里面摘这些菇啊，在森林里面再来吃是免费。ใครวัดอาจารย์วุฒิวัดแสงธรรมน่ะแกไปสัมภาษณ์คนอายุเท่าไหร่อยู่กับใคร มีรายได้ยังไง ใช่เหรอ แกบอกว่าอย่างนี้ 这里村民吃饭就是这样子样，这样子样就可以吃一餐饭了啊，很简朴。这乡村就是这样啊，来卖菇啊，这有山菇啊，这山的菇啊，看到吗？这有山的蘑菇，就刚才他们煮的那些。จุ๋มชอบ 这菇就是他们摘下来的，看一下，啊，这些在城市里买不到了，这些菇啊，因为这些菇都很新鲜的，看到吧？看到吧？很新鲜的菇啊。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是吧？就是很新鲜的菇啊，这些菇，小的也有。这才是野生的原装的菇。